从孝公开始，到先惠文王，秦国实行商君之法，纵然是王孙公子，无君公者不得受爵，就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，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。但谁作乱谁作死，嬴氏家族的子弟们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去引导他们安分做人，用心做事，稳固大秦的社稷江山。臣老了，看不懂世事，料理不了朝政。太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，还是请太后回宫吧。不要紧，我在燕国见过比这更大的雪，更寒冷的夜。我会等你出来，与我一起议政。你一刻不出来，我等你一刻；你一夜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夜；你一世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世。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不出来。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，那老臣也不勉强。老臣要歇息了。香儿，我的排箫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曲好乐。把它给我。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排箫不怕手冷，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疏了。太后这是在吹楚曲。知道我为何独爱楚音，不仅因为那是乡音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
就因为那些旧族们固守旧制旧法，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。今日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，秦国就有可能倒退，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。有关法度国家大事，绝不可退让。太后，楚离子，你起得好早。来，起来，快起来。太后，太后，烤烤火吧。还好在燕国时练出来了。我们在燕国时，极冷的天气却买不起炭火，几次差点冻死。楚离子，坐。你们两个也去取暖吧，让我的侍从送些热姜汤和早膳给太后。是。还是楚离子想得周到。老臣可不愿意做让太后生病的罪魁祸首。你对我有怨气，却拿我没办法。老臣自然没办法。老臣不及太后。你何事不及我？老臣聪明不及太后。错。若论聪明，世人都说智如初礼。你不聪明，谁还敢说自己聪明？
太后取笑老臣了。我的确不如你聪明，但你却拿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，吃得了辛苦。我虽出身王族，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，一无所有。我不墨守成规，也不怀挟偏见。我既能一致决生死，又能一笑泯恩仇，这些你都不如我。楚离子，你聪明，但你又太过聪明了。未虑胜先虑败，未虑得先虑失。你的聪明害了你。我要除掉谋反的公子，你心痛了。我不跟旧族们妥协，不承认他们借战乱掠取的土地，你怕开罪了他们。我要凭功论赏，改革军制，你怕军心不稳。我刚刚针对顽症痼疾略施药时，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，江山不保。你呀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是我赢视江山，生死我都跟他绑在一起。若有一日天下大乱，太后躲得掉，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。你若真心忧国忧民，就站到朝堂上去，不管谁妒国害民，都与他势如水火，不共戴天。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，嬴氏子孙呐。是啊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，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。可是楚离子，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，想一想，若过10年、20年，有一日，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、新权贵，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，如同700年前，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。那一日，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，诸侯之间再无战争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奉秦，国泰民安。楚离子，你可敢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？太后雄心虽好，谈何容易？别忘了，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，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。他们趁人之危，我要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，就要如何还回来，并且要加倍奉还。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。不是？怎么知道？好，老臣愿与太后打一个赌，不敢说天下奉秦，老臣只盼望秦国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。楚离子还是心有宏愿的人，天下奉秦是秦国的必将成就。或许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，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。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基业，我与你10年为期，如何？老臣敢为太后鞠躬尽瘁，视太后为先孝公、惠文王。可如果10年期到，太后没有实现承诺，那太后就退居内宫，不能再行干政。好，君子一诺。好，老臣与太后即按3下为约。